2月7日是世界癌症日，癌症连续40档拢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。国民健康署今仔宣布讲，明年开始，公费癌症的体检会增加胃癌。总统大清德嘛承诺讲，今年会来增加40亿公务预算，癌症体检的预算会超过60亿。癌症已经是连续42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之首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2022年平均每4分2秒都有一个人得癌；2023年是平均每9分53秒都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过身，比前一年近14秒。为了帮助民众管理癌症侵害甲威胁，国健署7时宣布，明年起民众公费癌症体检项目会为即卖5项各增加1项胃癌，适用对象甲条件会比较大肠癌，预估大约有199万人受益。胃癌是有经过实证的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，所以我们是要建 model 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全面来推动。头一位医师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出席世界癌症日记者会，各地台顶致辞时承诺，会继续整合医疗资源，扩大癌症体检，达到2030年台湾降低癌症死亡率1/3的目标。今年呢，我们增加了40亿元的公务预算。让癌症的筛检预算达到60亿元以上。我们会从癌症的筛检，以及到给他最适当的一个早期的治疗，然后给他最适当的药物。卫福部强调，去年113年整体癌症体检有480多万人完成体检，其中发现癌症甲癌症病变者都有6万多人。未来希望扩大癌症体检了后，会当帮助癌友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也减轻经济负担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